国防部最近有公开一件无人机研发制造案件，学者分析讲，这种 FPV 无人机呢，会比一般的无人机速度更较紧，操控性更较好，烧钱的时阵相对有利。另外，美国无人机访问团等咧台湾交流，希望台湾的厂商列入去美国无人机的产业链内面，将有可能是由台湾的工厂代工做零件，甚至是挂美国厂商的品牌，替咱卖台湾制造无人机。若无中国供应链的介入，也会当深化台美合作。透过显示器，官兵两手操作摇杆，看起来就像咧拍电动啊。其实，当咧远距测试挂载炸药无人机。为着目标了后，直接摧毁为电脑荧幕看无人机的实时影像，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显示。国防部证实，当咧验证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。FPV 无人机因为它的速度以及它的这种操纵性的，又更进一步提升，所以它经常被用于改装、携带反装甲武器等等的，去作为攻击对方车辆或者载具的一种重要的平台。建立高兵战略，国防部对内采购6款军用双轨无人机，总金额过65亿，预计年底进入量产，明年会当开始移交部队部署。那美国官方做无人机访问团等咧台湾交流，希望将台湾厂商带入美国无人机产业链，对地面目标做侦缩、辨识跟追踪。这是中科院建制的建上款辐射无人机系统。传出美国有高度向助加强等咧寻求飞航供应链，代表有希望深化无人机合作，可能会由咱国业者代工生产零附件，甚至由美国大牌代销，唔拿空前实力。台湾向美国采购的108台 M1A2T 战车，头一批预计12月来台。部分的种子教官已经回来，而且也开始投入接训的各项准备，会随着第一梯次的装备交运展开整个换装训练。传出明年2月，军方会开始换装训练。专家陈国平推测 ，M1A2T 战车有可能驻防陆军陆军团，负责首都甲北部地区防卫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